台灣國際競爭力排名大躍進。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公布全球競爭力排名，台灣排名第11，進步咗2名，只係落後香港同新加坡，遠勝於競爭對手南韓。但係尷尬嘅就係台灣競爭力排名向前進，其實因為一項評比數據嘅推升，就係勞工年總工時。台灣高達2116小時，比其他61個國家高出咗將近200小時。台灣舊年嘅 GDP 3.51%，創3年嚟嘅新高。舊年第4季嘅 GDP 年增率衝到3.17%，優於南韓、新加坡，居亞洲4小龍之首。呢啲亦都連帶提升國家競爭力。根據瑞士嘅洛桑管理學院公布嘅世界競爭力排行榜，美國獨佔鰲頭，其次就係香港、新加坡，台灣排第11，進步咗2名，將南韓比咗落去。但係經濟學者認為，台灣排名背後其實存在住血汗經濟。洛桑管理學院排名評比項目有4大項，包括經濟表現、政府效能、企業效能同埋基礎建設。而企業效能當中嘅平均年工時，台灣勞工以每年平均工作2116小時，排名全球第10，比61國平均值多咗197小時，成咗台灣競爭力提高嘅原因之一。國發會亦都坦承，目前台灣劣勢在於投資環境差，無法吸引外資同人才。呢啲數據將係成為未來施政嘅參考。